咧，我哋呢個藝術週咧，我哋就係音樂科同埋視藝科一齊合作啦。咁我哋音樂科咧，學生就會運用呢個拇指琴啦，然後咧就演奏一啲嘅五聲音階嘅中國民歌，例如《龍的傳人》啦、《茉莉花》啦、《讀書郎》啦、《一枝竹會二節彎》啦呢啲咁樣嘅歌曲。咁透過呢啲嘅演奏嘅過程咧，佢哋亦認識到一啲中國嘅五聲嘅音階啦，亦都喺當中感受到嗰個中國音樂嘅一啲嘅韻味。咁同學咧亦都喺有一個機會，有一個平台俾佢哋咧學完之後咧就展示俾所有嘅同學去睇。整體感覺實在係太大開眼界了，特別係可以玩拇指球，俾我接觸到平時喺課堂接觸唔到嘅知識，擴大咗我嘅視野。最大嘅收穫係感受到藝術週為校園帶來嘅活力同埋新鮮感。平時上課都比較嚴肅，但係藝術週期間，成個學校嘅氣氛都變得輕鬆有趣，充滿咗色彩同埋音樂。咁佢哋咧就喺 LBC Busking 嗰度咧就進行咗一啲展演啦。咁其實所有6年級嘅同學仔咧都有，所有班別都有參與到呢一個演出嘅。咁另外我哋都邀請咗好多唔同嘅音樂校隊啊，譬如歌詠隊、管樂團進行一啲管樂嘅合奏。咁亦都有一啲小朋友咧，可能就進行一啲其他音樂相關嘅表演，例如有唱歌啊、鋼琴二重奏啊，亦都有咧一個組合咧係用琴啦，同埋咧一個 drum set 咧去合奏一首歌嘅。咁同學仔咧都相當之踴躍參與同埋支持嘅。最吸引我嘅係學生音樂表演，因為現場嘅氣氛好好，可以睇到表演者投入個樣，同埋台下面觀眾嘅熱烈反應，令我覺得好有活力。我好享受嗰種感覺啦。學生音樂表演最吸引我，特別係林子睿同學嘅打鼓演奏，佢嘅技巧好好，我好鍾意，聽得我好陶醉同好感動。就同呢一個嘅音樂科合作啦，當中咧我哋就用咗 Vicky 呢一個藝術家嘅作品，利用一啲嘅花草、一啲嘅卷草紋咧去創作拇指琴嘅作品。當中咧學生咧亦都運用咗塑膠彩嘅一啲嘅筆啦，去咧完成佢哋嘅作品。咁佢哋創作嘅過程咧都非常之開心啦，同埋咧有一個輕鬆嘅感覺。咁咧喺學生完成嘅作品裏面，我哋喺每一班選出3份佳作，咁咧就喺藝術週嗰度咧作一個咧佳作嘅選舉。其實學生咧都好期待住咧嘅作品俾其他同學咧欣賞啦，同埋咧選出嚟嘅。咁除咗有佳作選舉之外咧，我哋仲有咧藝術家嘅知識考考你。咁係我哋咧課堂教授6年班嘅關於呢一位藝術家嘅一個創作風格啦。咁其他小朋友從紙板上面揾資料再回答問題，咁就有加分嘅。我覺得今次藝術週非常精彩，活動種類好多，有動態嘅表演，都有靜態嘅展覽，內容好豐富，唔覺得悶。我覺得藝術週令校園充滿咗活力，到處都有音樂、色彩同埋同學們嘅笑聲，同平時嘅校園好唔一樣，覺得更有活力。
咁除此之外咧，我哋仲有一個咧就係書籤製作。咁希望咧通過喺唔識嘅時候，小朋友去繪畫，可以咧減壓啦、放鬆咧心情，因為都接近考試啦。咁希望大家咧都可以有個正面嘅心態去面對嘅。書籤繪畫攤位最吸引我，因為可以親手動手參與，發揮自己嘅創意，畫一個獨一無二嘅書籤，而且畫好咗嘅書籤可以帶返屋企用，好有紀念價值。最大嘅收穫係真正感受到藝術帶嚟嘅快樂，無論係睇表演、玩音樂，定係自己動手領書籤，成個過程都好輕鬆愉快，令我暫時忘記咗學業嘅壓力。